黄沙国。黄沙国乃是绿林的歹毒稳重的地了。这边面绿合受兰州府捕快严明自成的邀请，要来这个黄沙国接捕着头牛贼阿霸王赵乾坤。喂，阿霸王啊，我叫出来自首考哦。也若无你也知影讲天下名士绿合来啊？这道你走会去啊？是阿霸王，你就拒捕算是妨害公务，会加上你的罪。赶紧出来自首，大人会将轻发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草原人医生啦！雄猛顽强的头牛贼阿霸王，特别抵抗铁底。这个时阵，阿霸王特别使用这个飞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抓到一只水牛，给你绑你！注意啊！你敢说我死啊？你别敢说我死哦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只车牛啊，把你绑做伙！阿宝，你会叫着我把你拍死，我不骗你。算啊，就靠我哪有那个信？啊，你两个是咧做什么捕快？当中给你绑你，今晚来换来接你。阿霸王，你若伤害捕快，你就会被判死刑。千万不可将错就错啊！现在咧改过奸匪还阁未迟呢。靠背啊！注意啊！这只马给你绑起来！哇，算啊，你阁有练一部落地生紧的款啊！阿霸王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人心思体，官法之路，你了解吗？我你甲你信呀！哦，你敢要切断飞速？哦，够惊好！绿合，你今日受官府金钱买收，要来抓我阿霸王，我绝对要杀你！你唔通误会，我是爱你好啊，好恁斗死人啊！你们回大姊甲你相送。你过来背啊！好啊！哎呦，小囝你阁有两手呢哈！这个火单子唔通乱弹，乱弹恐惊去伤害别人。喂，阿霸王，你无可能斗胜，赶紧俯首认罪吧。老天生啊，愈来愈精彩呢。是啊，那回想你看绿合会胜利吗？后法度，稳输诶！我看绿合先输会赢。后法度，扛一扛便知道。绿合，你唔通来插手！你若插手，我得要将这两个捕快杀掉！阿霸王，阿霸王，哦。我认为你是像楚王项羽遐尼英勇，遐尼军事，当时啊你是用这步伫咧威胁我，哼！安尼你毋是一个君子风度的人。如果你若是君子者，一定会出来向我挑战；你若是弱者者，你就会杀害捕快啦吼！出来就出来吧！你叫来！阿霸王，你真真正正的男子汉啊！刘合，你为何要来撩我？我是帮助国家维护治安，人人有责啊！哼，这是你自食其果啦！呀！要动武的进程，毋着先讲一个条件，条件什么？你若是拍死我，你就要自首，好吧，看拳！呀！阿霸王，君子一诺千金，千万不可食言啊！准啊！阿霸王，你的功夫毋是我的对手，变小的呀！
无要拍我。君子爱考，虎爸爱鸟。我开军伤人，安尼亏待我自己的良心。阿霸王，其实你的功夫甲我不分上下，因为你用力不当啊，现在气衰力尽，精神散乱咯。好啦，算你较清啦。哦，食高丽参卖大恁的面头前吐气。你讲这是啥物意思？什么气？哦，今仔日我甲你看起来，你算得要自首啊吼？毋是我甲你掠着，就是你自首的啦。我自首，我去入监，阮老母我要依靠啥人？阿霸王，你既然有这点的好心，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不法，让你的母亲担心呢？阮老母都唔知我咧创这出来。你唔通对阮老母讲哦，你若甲伊讲这实在的代志哦，我是无容你。阿霸王，你是好人，你妄动一时。阮老母今年71岁啊，患着迄个黑骨喘，每日都是爱食药啊。我若无趁钱，阮老母哦一定会死的。阿霸王，你应该去做别项事业趁钱才对啊。小慢啊啦，小慢啊啦！我去自首，阮老母无伊所靠。阿霸王，我会代替你看顾你的母亲啦，你放心去服刑嘛。阿妈生囝，哦，什么意思？讲痛，我可以发誓，我的人讲话绝对袂食言啦。假使我讲出来，若是无罪，新人强律。喂，好，你对阮大安怎？兄弟，你唔通甲放手哦！这是刘合是好人哦，恁三人拢是靠我阿爸王在食饭啊。参像安尼靠人食饭，毋是男子汉大丈夫。从今日起，恁三个人要去自力更生了，做正当的行业，有听无？大你靠背啊！往紧去啦！好了，搁谁跳？是啦，阿霸王，你实在是有一个老大的资格，大将之风啊！大家拢嘛听你的话，赶紧将捕快甲伊放来吧。好啦，我来放啦。刘合啊，我若来关哦，你就要甲阮老母讲，我去北方做生理。你放心，我会照你的意思。哦，行啦。下当个篮球大人甲你判罪啊！哦，老歹势啦。迄刘合做人敢真正会遐尼自善？是啊，咱就甲伊看伊详细。这款善人、君子、忠臣，拢爱甲伊保护。你敢知影刘合因老爸啥人？我要哪知？刘合因老爸就是叫做白云良啊，伊就是在明朝做官，管机平西北。听讲皇子得要到达旦去找这个国宝驛书，到这个沙漠的所在啊，遇了这个不幸啊。找什么驛书？是啊，驛书去用偷去。啊！我明朝的国宝后人敢去偷啊？娘我贵烧够好大呢！这就是外邦的大都。外邦的大都？是。你哪知？根据将来所得的首诗来推测起来。这就是外邦所来的，迄首诗到底是安怎写？枫林小径处处留香，海市蜃楼茫茫酒店。日月江中独得性欲，明珠半下又欠忠良。讲一个较清楚咧啦，安尼听拢无你咧。好，我讲一个，互你较清楚咧。枫林小径处处留香，这个是表示讲，这个查某囡仔穿上红鞋照水裳啊，到处伫咧作案。海市蜃楼茫茫酒店，这个查某囡仔可能是拢伫咧沙漠中伫咧流浪生活，因为海市蜃楼是沙漠才会出现啦。
第三句日月宫中独得圣约，就是表示讲伊入去明宫偷取历史，因为这个日月合并就是明啊。哦，安尼才是。只有这个第四句，猜拢袂出嘞。明珠半下又欠忠良，真是使人不介其意。啊，你是讲有够含慢？毋是我含慢尔尔，伊个明朝文武百官都未了解啊，我要哪有办法？天生啊，我看咱老三如剑哦，伊绝对会知。是啦，应该安尼找咱老三译出第四句，安尼真相就大白啊。天生啊，最近哦，风声好咧。安那？啊，足恐怖就对啦。听讲迄款龙啊，发笑会咬人，人若足咬着，共款来起笑呢。你个听看觅，迄龙进来啊！安尼看，这要甲咱加款哦。风声、龙声，心脏在跳的声。有心脏在跳的声。你的心脏跳到乒乒叫，表示你伫咧受惊。你讲安尼足过分呢？无影啦，我咧甲你讲笑的，老花声确实有气魄，有啦，安尼毋得差不多。我甲听起来，这款声无属于龙伫咧叫的声。要无这是啥物声？这可能是人的声啦。人甲吼这款声，要惊死人。恐惊是人假的，所以你我两人爱提高警觉。老夫人还在吗？着老夫人有在咧无？哎呦，少年的，你是要来找我的囝儿是？老夫人，玲珑有口信，哈，我囝在哪里？玲珑交代我摕50两银甲一套汗衣，要来互老夫人。伊甲朋友去北方做生意啊，哈。老身唔知影伊到底是咧做什么生意。哎呀，业主，离乡背井去北方，叫老身如何能安心啊？老夫人，一定会平安倒转来，请你安心吧。北方已经去了，但伊唔知有早这个寒天衫去无？老夫人不用担心，伊年轻体壮，其实伊所得要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啊。所以呢，希望你多加保重。明仔载我会来看你吼，老夫人保重吧。好，多谢啦，多谢啦。阮囝真敖，也要交陪这个庶人君主，真敖，真敖。陆合将面照顾着阿霸王的母亲，将面拜托着这个兰州府长，伫咧管教着伊阿霸王。苗玲，苗玲，苗玲啊！赶紧开门啊！准备人参汤解救这名壮士。三顿都咧食袂饱，还阁有一人买人参。哎呀，苗玲你真过分啊！哎，使我！哦，多谢，赶紧去准备人参汤嘛。好，我准备。王三啊，你甲倒下手了。好啦。王三赶紧的将这个壮士甲扶入过来试验。哦，扶入来。高壮士，无养哦，多谢公主你的救命。我的爹亲甲你到这个沙漠中怎样是？公主，可怜千岁。哦，我的爹亲怎样是？公主，听我说来。有合的父亲叶文良领3000
沙特要到东山谷去找失窃的国宝一事，不幸来到沙漠中遇到这个流寇混回龙的攻击，兵士伤害多寡，灭魂龙也不幸被打入马下，又被擒了。千岁，千岁，爹亲啊！爹亲啊！你遭遇不幸，今日一定要去救你，今日一定要去救你。公主，你唔通去，沙漠这入口非常凶恶啊！可是我的爹亲相隔尊亡离宝，啊爹亲啊！公主，我要赶紧回调来去布阵，来回调土救兵解救千岁吧。郭总司回调小心吧，好过时，笑。师吧，较冷静咧啦，师吧。阿爹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怎样？我无相信讲你的老命外尊呢？叶分良，难道你捌听过杀罗瓦的威名吗？我看你也捌听过喷火龙的绰号才对啊！原来是北龙拜做老二的。喂，老头，我相信你捌听过才对。你应该好好跟我合作，寄一张批等有大名的皇帝朱家精，以3万两的黄金来赎回一条老命吧。哦，呸！这宁做无头之鬼，断然不能归顺啊！你唔通空思妄想啦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老顽固！哼！想起数年前，我的第8小弟崔小龙在中原。万恶的罪者已经收拾，我必调的任务完成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其实我一定得要为我的小弟xuất hiện。来人啊！将这个老头子继续甲磨落去啊！师傅啊，你决定要去是无？是注意记决，我这要到沙漠解救我的爹亲脱险。地主想要跟你来去了，徒弟，你唔通跟我去。师傅啊，你安做无意思的了。师傅师啊，敢若像爸仔囝呢，敢若像兄弟啊呢，对无？要跟你去，你就弃嫌，唔是弃嫌。恁两人的工作一定真神圣，你听互伊清楚吧。他有啥物工作？因为阿霸王头尾贼已经去自首服刑，放杀一个老母，今年70外岁，佫患着气喘病，每日都要服药。假使若是无药呢，伊性命垂危啊！但是服药都要钱，因此我叫你两人去甲伊看顾吧。身躯都那么黏腻的，师傅讲起来就闹开啦。自身的难保啊，免哪有可能去照顾别人？徒弟。恁两人一定要有牺牲小我精神才会用哩，迄绝对有诶，绝对有诶。安尼好，我教你方法，你用一支白旗啊写互伊真大字，写一个助人为快乐之本，负懦弱而勇战将，也去咧街头巷尾求这善事帮助你。我相信咱中原人大家拢真良心，真协力。伊若是看到一款情形呢，一定会捐款才对啊！
地主一定是做会到啦。好啦，我来照你交代。是啦，师傅安尼我做会到，我来赶灯笼，也当归夹白旗哦，啊，来去来报官啦。是简单啦。不过师傅你这要过这个江烟宫哦，地主足烦恼的呢。哦，江烟宫是怎样事？哎哇，你唔捌听人讲啊？哦，最近哦，讲迄款狼啊，咬人呢。叫加伤偌济呢，也袂死呢，骗叫加着拢骗发烧啊，也发烧拢无药通医啊，所以哦，这真恐怖。啊，你即摆要到迄个沙漠要过关哦，就爱对中原国过看要安那落。所以地主哦，做这hand途一定爱看师傅你安全渡过这江原国，安尼我才放心。多谢徒弟恁两人的诚心啦。好，对江原国出发吧，行行。辛苦拢煮着鸡肉糜，啥物？无啊，我夹着鸡母皮咯。迄落声，甲你讲，你免惊，迄都毋是狼的声，也毋是鬼咧哭，毋是啊，人啊。人，世间哪有管事？啊，老天星哦，老和尚，你是淡漠做事的徒弟，你惊啥？我哪有得惊？你讲咱就伤过分。好啦，入来。还敢落合？是，甲伊的徒弟野当归甲戆三，亲近江烟国了，虽不有关系，唔卖预苗会受地狱之殃哦。世间你上无当，你讲安尼实在有够过分的啊！上作叫人救苦，好家在哦，蛤蟆叫得着。啊，第你家己吼，把喙齿分析的，西话注意哦。啊，你看卖咧，我10外稳骨拢叫白白咧了，哇，足兴业的呢。啊，稳骨的哪会拢叫热来白咧吃？赶紧准备解救吧！好。六合听着，你唔通来插手，你若来插手，我就给你灭掉。哦，你到底是谁？肯面出来跟我六合谈判吧。你看我的真面目比顶天较困难啦！哇！龙啊！